掃描器咧需要同標籤咧配搭使用嘅，將要識別嘅工具上面咧貼上標籤咧，每個工具上面可以貼1至3個標籤嘅。而標籤嘅選擇咧，例如有抗金屬標籤啦，同埋大嘅標籤啦，同埋嗰個異形標籤嘅。例如咧，而喺金屬表面上面咧就使用呢個抗金屬標籤。抗金屬標籤有一個重要嘅特性咧，就係咧佢貼喺個金屬表面上面咧，個信號會放大嘅，而靈敏度都會增加，同埋使用嘅時候咧就需要貼喺個金屬上面嘅。而呢個大型標籤咧，佢就需要貼喺啲大型嘅工具上面，例如啲梯啦。佢個面積越大咧，咁佢標籤嗰個檢測距離咧越遠啦。而喺特殊嘅工具上面咧，就可以貼上呢個異形標籤，例如好似而家呢把戒刀上面咧就可以貼上呢個異形標籤，咁佢咧就可以有索底喺度索到喺個刀柄上面咧，咁就可以使用㗎啦。而標籤咧具有一定嘅方向性，一個工具上面咧可以貼最多標籤，多個標籤可以增加嗰個辨別嘅機率，同埋咧工具系統入邊咧最多允許個工具上面可以貼3個標籤，同埋咧標籤內部咧有個線圈嘅，佢可能因為外力或者其他因素咧導致損壞，所以咧要定期檢查，同埋遇到無法辨認嘅工具嗰陣時咧就需要更換新嘅標籤。